澳門中華總商會將喺11月2日至4日舉辦第18屆世界華商大會，大會首次落戶澳門舉辦，以共商共築華商命運共同體為主題，屆時將有約4000名世界華商企業家參加會議。中總10月17日喺會址舉行新聞發佈會，詳細介紹大會嘅具體情況。呢屆大會落戶澳門舉行，除咗向全球華商以及內地工商界人士展現澳門400幾年嚟嘅中西文化歷史，回歸祖國近26年以嚟取得嘅發展同埋成就之外，亦都希望佢哋感受到澳門並非只係一個博彩業，而係好多方面非博彩業嘅元素以及豐富嘅文化底蘊，藉此講好中國故事、澳門故事，將澳門國際大都市嘅金名片係擦得更亮麗。大會設有主旨論壇、專題論壇、商務洽談及考察等環節，重點探討點樣透過澳門平台推動華商參與大灣區合作區嘅建設。屆時將組織華商實地考察橫琴，展示澳門依託國家戰略嘅區域優勢，並安排唔少於200場商務洽談，助力企業引進嚟走出去。今次大會可以講話係歷屆人數最多嘅一屆啦，我哋差唔多係有4000人嘅參與人次啦，覆蓋全球5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。咁參會嘅企業咧同埋機構咧係超過1500家。咁呢個數字咧不僅展示咗世界華商大會嘅號召力咧，同埋亦都印證咗華商網絡喺全球嘅多元性同埋廣泛性。大會匯聚50幾國同地區嘅華商領袖，旨在促進實質合作，推動民營企業聯動發展，發掘澳門、大灣區同內地商機，同時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，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。